歡迎嚟收睇我第一期嘅粵語 vlog，獨自出發去景德鎮嘅一日。而家係早上嘅7:39，真係勁眼瞓，快速打車去個高鐵站先。有冇人同我一樣係咁中意玩消消樂？我已經玩咗2000幾版，咁早起身一定要飲杯咖啡啦，真係好眼瞓啊！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食麥當勞嘅早餐，特別係呢塊薯餅，好正啊！而家你化個妝先，高鐵上面嘅光線真係好難頂啊！最近喺度睇緊呢本唔使擔心2個鐘同8公里以外嘅事情，因為今次主要去景德鎮係為咗散下心、調整下情緒嘅，所以成個行程作為一個 J 人係完全冇 plan 過就出發。準備到啦！今日天氣真係超級無敵好啊，心情都好咗好多。有冇人同我一樣係嗰啲陽光人？進去之後才發現自己訂錯時間，訂下晝。沒事的。我發覺一個人去旅遊嗰陣時係完全冇壓力嘅，就算自己訂錯酒店、行錯邊條路，完全都唔會緊張。呢間酒店雖然有少少貴，但係我覺得佢成個服務都幾好。入住之前梗係要敲下門先啦。OK， 嚟 room tour 一下，估唔到啊吓，出邊係笪爛地，但係成間房啲佈置都 OK 嘅，仲有個浴缸。OK， 把頭髮放下來了，因為今天頭髮弄濕白了，大家就跟我一起出門吧。天氣真係超好，好舒服啊，而且完全唔會覺得凍咯。我第一次出去旅遊，冇任何嘅計劃，亦都冇指定話要去邊，就係漫無目的咁喺條街行下，欣賞下人啊、物啊、花啊、草啊，超級放鬆。所以我都好建議每一個人都要試下一個人去旅遊嘅感覺。點了個牛骨粉，點了個糍粑試一下。是粉跟那個牛骨是分開。佢哋呢度啲牛骨係冇咩肉嘅。你試下呢個黑芝麻糍粑。佢出邊就係啲白砂糖油條咯，超多糖，但係佢啲黑芝麻味好香。佢同食到啲糍粑係唔一樣，雖然啲糍粑係更加甜。佢呢個就係純係白砂糖油條加黑芝麻。佢呢種甜度係對於我呢種放糖少食甜品嘅人嚟講係啱啱好，即係如果再食啲我就接受唔到。食完繼續出發，過馬路真係好唔容易，喺度超級無敵多車。啱啱揸入呢個村，開車1-2公里都塞咗20幾30分鐘，太誇張。但係今日天氣真係好好，入邊都有嗰啲好中式又有好得意嗰啲碟啊碗啊。其實都幾想買噶。另一間我就會比較中意啦，佢成個都係嗰啲玻璃製嘅，超級通透，係我比較中意嗰種類型，而且佢成個搭配都非常之靚啊。咁接下嚟我就去咗老廠嗰邊買掃胚啦，因為第2日約咗去畫掃胚嘅，好多款可以揀。揀完之後我就去咗行夜市啦，哇，睇到我眼花繚亂啦，真係。最後尾咧，我就買咗一個香薰，真係好得意，我就中意啲好抽象嘅嘢。OK， 行到呢度嗰陣時，發生咗件大事，就係一個緊急入院。呢個畫面我係強制唔俾自己啲眼淚流落嚟，結果翻到酒店就真係一直喺度喊，停唔低嗰種，唔知嗰啲要我失戀。咁結果第2日梗係即刻翻咗去睇隻貓貓先，所以呢個獨自嘅旅行就係好突然咁結束咗。OK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。